咱三角的祈祷，俾上帝，阮特别求你圣神带阮入伫真理，来伫遮自由运行，互阮拢边边受圣神的感动，互阮会当来晓悟你的真理，带领阮下面的时间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姐平安。咱来看海德堡要理问答第3页，咱来看这个问题56。你对罪得赦免是怎样信的？回答讲：我信上帝，因为基督补偿罪的缘故，无搁再纪念我的罪，也无纪念我一世人需要甲伊伫遐加滚的罪恶天性。反倒凭着恩典，将基督的义分予我，叫我无搁再受定罪。咱今仔日要讲的题目就是：我信罪得到赦免。伫这个使徒信经讲，我信圣公同的教会，我信圣道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。这3项是分开的，伫使徒信经是分开的，但是伫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这是伫主日21日来合做一下。换一句话讲，教会有3种的面向，一方面就是伊的本质就是圣道的组织；第二，伊的性质就是圣道的相通；第三是罪得到赦免。这是安怎罪得到赦免？较要含这教会合做一个讲咧，这足奇怪吼！这使徒信经就明明分开的，啊，现在海德堡要理问答，要来合作伙，啊，这是毋是讲教会会当赦免人的罪咧？是毋是安尼？教会会当赦免人的罪，啊，教会嘛会当无爱赦免你的罪，啊，这就是天主教啊！咱知影天主教伫中世纪的时阵，这个一个国王新圣罗马帝国的皇帝，伊做皇帝的时阵得罪教皇，教皇讲：我无爱互你守圣餐，你的罪永远袂得到赦免。哇，这袂得啦！伊若无守圣餐，伊就毋是上帝的百姓。啊，这个换一句话，这个新圣罗马帝国全国的所有的诸侯。甲王公国戚，所有的拢总有当来推翻伊，因为伊毋是上帝的囝。啊，到尾这个查理斯第7世安怎？到尾全走去对，走去迄落梵蒂冈要求迄个教宗的赦免，啊，教宗毋插伊啊，全走去对呢。因为迄阵足寒，全走去迄个伊的避暑圣地啊，全秘胆强咱毋出去。啊，毋出去的时阵吼，这个查理斯7世吼。全跪踮迄个伊迄个白宫的门口，全跪3暝3日，毋好莫看就莫看伊。啊，到尾啊咧，教宗就出来啊，出来的时阵哪，全杀圣餐饼全落伊的喙咧，讲你得到赦免啦。全落伊喙落的时阵哦，伊就食了，来人啊，教宗裂开，因为我得到赦免啦，裂开啊，你咧假笑你。啊，所以这个中世纪吼，这个。教会会当得到赦免哦！你看像教会牧师的优先赦免，啊，你要死啊！你若无法来抹油，啊，无你就地角哦！啊，你若无地角，你上少你嘛去迄堆你知无？迄练角，你练1000年，哦，安尼我看几期的咧，啊，大家嘛对迄个，啊，所以咧，这个中世纪，这个教会对了，教职圣职人员啊对了，所以伫这个。教会呢，所有的新教拢总反对教会有赦免的这份啦。啊，但是咧，海德堡要理问答吼，搁来下做伙啥意思？咱知影，咱来了解哦。天主教咧做代志，毋是乌白蓝他们做咧，伊嘛是圣经的根据呢。你知无？迄连甲玛利亚拢圣经根据，伊圣经根据讲啥呢？约翰福音20章第23节讲啥？搁我耶稣基督出来时对学生讲。咱分一口气讲啥？讲恁赦免罪是罪的罪，是罪的罪就得到赦免。你若
啊，这是水哦，莫讲啦，咱这个台语咱听无。你若是下面什么人的罪，什么人罪就得到下面；你若饶了什么人的罪，什么人的罪就天父来饶你。啊，这耶稣讲的啊，无唔对啊。啊，所以天主甲我讲，这个下罪，这个是耶稣基督无唔对啊。但是耶稣基督要搁我上天的时阵，自从这下罪官兵呢，留予伊上大的门徒叫做啥？彼得。啊，彼得搁再分这个主教。啊，所以这个彼得的继承者就是教会，教会就有资格下面你的罪，安了解吼？啊，所以你若到天主教，你来教会，你来去天主教教会，你家己认罪吼，无啥效，你还可以去来送，可以找神父做啥？第二，各改了后，神父大家讲，我奉耶稣基督名，你的罪得到下面。啊，有时会叫你去啥？叫你做啥？做保险。啊，有一个在马戏团的人吼，啊，伊就迄个神父讲，你的罪得到下面，哦，啊，迄足欢喜的，啊，揣我都他妈拍来拍去，吼，滚来滚去，足欢喜的。啊，第二日要起手，哎呦，罪得到下面就爱拍来拍去哦，我这款袂晓变做，我惊到鼻出，啊，其实迄人是得到欢喜啦，啊，这下罪后来。所以，因有这圣经的根据呢。啊，你这新教，你唔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传落来，啊，你外口的，所以教会以外无救恩，安了解吼？教会以外无救恩，你若无信天主教，你袂当得救，因为安尼啊，这句话吼是，伊嘛讲啊，迄唔是阮自称其名呢，阮唔是阮家己要偏颇呢，迄是耶稣基督讲啥？但彼得讲啥？讲你是啥？你是西门巴约纳，因为迄个耶稣基督带做基本课嘛，啊，大家拢断掉伊，多一个及格尔，迄个啥人对不对？彼得啦，彼得讲你是基督，是永活上帝的囝嘛。讲哦，西门巴约纳，你这是毋是你家己得到的？这是天父上帝启示你的。我要自从我天国的锁匙交你，了解无？你若伫地上捆绑的，我伫天顶嘛要来捆绑；你伫地上偷绑的，我伫天顶要偷绑。啊，所以上帝这锁匙交互彼得啦。哦，啊，交互彼得啊，即个佮预死人中过我了，佮交互彼得这学生啦。哇，咱这新教，恁这信遐所靠好，恁无该规顿啊遐偷好，这是因的理解。咱来讲咱新教的理解，咱新教的理解来讲，是咧。唔是彼得这个人外交，是圣神来启示，天父来启示，讲你是基督，是上帝独生囝。所以这种的信仰告别，是耶稣基督自从天国的锁匙，或者信仰告别者啦，了解无？这信仰告别者，明明写讲，你若愿承认耶稣是基督的，你就得到这个锁匙啦。安尼，你看马太福音，那是伫马太福音16章，但是伫这个马太福音的25章内底讲啥？讲恁地面上若有2、3个人同心合结做伙祈祷，恁伫地人所偷绑的，我伫天顶要偷绑；恁伫地人所捆绑的，我伫天顶要捆绑。安了解吼？所以这个彼得这个锁匙，不是干有彼得尔，是由2、3个人同心合结做伙祈祷的人。奉耶稣基督做基督人，啊，这个约翰福音20章23节吼，这个经节其实是咧讲着啥？讲着教会体制的纪律啊 ，discipline， 或者迄个顶落法规啦，就是法规。你讲你譬如讲你若犯罪，教会要求你赦免，要求你认罪，你若唔认罪咧？你若唔认罪，要继续行罪恶，教会就宣布讲你奉开除，你袂使搁再来收圣餐。你这个伊的罪就无得到赦免，这了解意思。所以教会无赦罪的权柄，但是教会有宣告赦罪的职务啦。了解吼？是职务，唔是权柄。使徒保罗伫咧哥林多后书讲罪得到赦免是上帝基督耶稣内面的恩典，所以耶稣基督
因为人啊踮伫耶稣基督内面，伊就是一个新创造的人。伊甲上帝咱过好，啊，这好好的官兵，上帝赏赐予这使徒甲教会的人，所以咱会当传扬讲，你若是信耶稣基督，你的罪会当得到赦免。所以咱是传扬者。啊，这人若是真正是信耶稣，哦，啊，你耶稣基督会赦免你的罪，所以咱是宣告者。所以伫个圣公会的公道文吼，伊写讲宣告赦罪，啊，著读圣经。啊，若伫迄个卫理公会，伊就讲啥？讲啥？讲请听圣经安慰的话。耶稣基督降世是要为着要救人啊！吼，就是讲圣经的话，咱是照着圣经的应允得到赦免。教会是宣扬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讲，咱伫耶稣基督内面能得到赦免，所以这是真欢喜、真欢喜的好消息。所以这是教会传导一切的基础，也是教会爱一直继续在传扬的信仰。甚至每一个主日，咱拢爱宣告，咱也照着认罪，上帝的确要赦免咱的罪。所以伫这个天主教这个希腊正教，伫这个正教、天主教、圣公会甲卫理公会，逐礼拜甲圣仪会，逐礼拜拢爱来到上帝面头前认罪，啊，搁用圣经的话来宣告赦免。后来咱安尼了解，啥叫做罪？台湾人甚至受汉文化影响所的人，绝对无爱承认有罪。咱的汉人的文化内底吼，第一无罪的观念，无罪的观念，嘛无这稳定的观念。你若对人好，人就讲，哎，你有啥企图？你有啥目的？你背后有啥动机？你谁要对我好？哦，所以咱无迄个稳定的观念，咱嘛无罪的观念。其实，伫即个汉文化内底，孔子讲的时阵，孔子是足有罪的观念。孔子一解病吼，病啊足重的，不止重啦。啊，伊的学生朱罗就迄个吹啦。朱罗讲，朱罗请道，就请我的先生孔子公来祈祷啦。啊，孔子讲，苦之道救矣。讲我祈祷足久的啊。但是孔子加一句讲啥？我后罪于天，无所得呀！我得罪上天啦，我无资格来祈祷啦。好，啊，这句话讲后罪于天，无所得是啥讲的？是迄个上汤，咱知影吼，商朝的迄个汤啦，吼，国家迄个汤，上汤、商汤啦，系啦，这汤伊讲的，讲我后罪于天，这就是上汤的语词，商汤岛语词啊。上汤在祈祷这个河来的时阵，伊的祈祷讲我得罪天，所以咱人其实实在是得罪天，得罪天啦。好，所以这罪的意思讲，上帝是律法的颁布者，所以罪就是违背律法；上帝是掌权者，所以罪就是对上帝背逆；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主宰，罪就是犯错。上帝是至圣的，所以罪就是无清气、拉三误会。所以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咱拢总无法度达到上帝标准。伫公道文讲，罪就是啥？就是咱应该做的无去做，咱不应该做的反倒等去做。咱的心内、咱的念头、咱的意志、咱的喙齿、甲咱的行为行达，拢得罪上帝。啊，所以对人的中间，对上帝、对人的中间，咱拢讲啥？咱倒有罪咧，咱只不过有一寡缺陷，对不对？啊，个缺陷美听有无？缺陷美啊，缺陷美哦。我虽妄真缺陷，啊，毋过嘛是袂歹，这个毋过嘛是袂歹。啊，其实人哪时常踮伫在这个道德的地雷阵中间呐，咱随时就打着地雷，就砰！所以咱时常会歹声哨、歹面相啊，发性地，这拢是因为咱内底的罪性。罪若无得到赦免，咱就永远袂平安。
咱就永远袂平安。啊，若人啊袂平安，人就做啥？咱知影吼，圣经讲若罪就爱认罪，啊，耶稣基督救恩，啊，咱拢用褒奖的。阮老爸来咧骂我，啊，骂唔对话，骂阮小弟骂着我，欠阮老爸老我道歉的。讲啊，是的啦，我都骂唔对人，骂啦，但是我若讨5块，我10块啦，你唔知哦？用褒奖的啦，用褒奖的，这个用褒奖的，因为吼，路啊补天，所以台湾人拢用补的，你知影用补的，考试考无好咧，补考，啊，册读无好咧去补习，啊，道德若歹咧，啊，修桥补路，对不对？啊，身体若歹咧，啊，就食补。啊，佢用补的，啊，袂头讲，我伫地跋倒，我就爱伫地爬起来，我爱认罪反过来，拢用补的，啊，愈补愈大坑，愈补愈大坑，啊，用补的。所以咱要来了解讲，到底圣经讲的罪得到赦免，赦免的意思是因为上帝遮尔疼咱，佮差遣伊的独生仔耶稣基督伫十字架为咱付出上大的代价，互咱甲伊和好。搁咧无条件得到赦免，所以真正基督徒拢相信我的罪一定得到赦免，这哪有可能呢？我阮大哥前早出家50几年，我还没讲到这，你讲我有可能？啊，你这家己无修，家己靠耶稣就有效，哦，对不对？因拢用修的啦。啊，讲阮信耶稣上天堂，啊，天堂若无300年500年，搁摔落来啊！啊，都要轮回轮了袂了啊！这是因讲法。因这是自力救济啦，啊，基督教是他力救济。若我无道先怎，我怎要得到上帝公义咧？无可能啊！鼻孔矮的无一个好人啊，有人好人有2个啦，一个还袂出世啊，啊一个死啊。我咧讲好天的无普天的都无一个好人啊，鼻孔矮无好人。而且其实基督徒因为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所以照着恩典，所以咱无通偏碰。啊，无通亏害，结亏害讲我比你较高，袂当自称其名，这是上帝恩典。这个恩典是因为基督满足上帝的公义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耶稣基督无犯罪啊，所以伊照伊完全的公义啊，伊完全顺服上帝啊。啊，咱无顺服啊，咱背逆啊，啊，耶稣基督顺服，所以耶稣基督有义，这个义是伫耶稣基督内底。啊，即摆个耶稣基督替咱受刑罚。各种这个义的修索咱，为咱的罪做补偿，付出完全的赎罪，所以在领救恩的人，咱的罪就能得到赦免，这互咱得到上大的安慰，因为唔是咱自称其名啦，哦，这自义啦，唔是咱咧通好乒乓的，是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啊，但是吼，这个罪甲这个悔改。有一种真密切的关系，咱来先个注意哦，悔改甲后悔无共啊。这地狱内底充满后悔的人的罪人，听有无？啊，天顶呢是充满悔改的罪人，地狱内底满满是拢是后悔的罪人呐。啊，天顶满满是拢是悔改的罪人呐。啊，咱基督徒是悔改，毋是后悔。后悔是啥？后悔啊！我估一个想讲，我较早还未信耶稣之前，我做考试做爱作弊听有无？作弊啦！啊，这少年苗他讲读这作弊，作弊啦！我较早咧作弊的时阵，感觉真公平。啊，一解迄个老师抓着，啊，老师抓着的时候，哦，我气到是讲，哎呀，看10条就好，想要看贪心看11条。啊，请问我有悔改无？啊，无啦。啊！佮想讲，哦，这老师够贱呢，这老师够臭贱呢。迄较早拢前辈的，这个前补的，害我无听到伊声音。啊，这是毋是有后悔？有啦，后悔啦。啊，有悔改无？无悔改啦。我后摆就莫看遐济，莫收贪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后悔，毋是悔改。后悔是看到家己的罪，踮遐咧埋怨，啊，拢埋怨别人。请问阿东有后悔无？阿东有啊，阿东讲。上帝啊！上帝来讲，你是安怎？你有食啥物物件无？你是安怎甲安尼？讲有啊！不，迄拢毋是我食的，迄拢是迄个查某叫我食的，对不对？啊个伊个认上帝说，上帝啊，你所收拾迄个查某啦，无迄个查某我拢袂食啦，我拢袂食。啊，所以拢后悔，拢啥？拢牵拖别人啦，袂先牵拖厝边，对不对？拢牵拖别人，啊，拢无要认罪。
悔改的意思就是，我唔单仅看到我的罪，我阁看到耶稣基督为我的罪付出这代价，看到上帝救恩。所以悔改的意思，伫咧希腊文的意思是，我得等，我得等。我得等，我本来是行伫黑暗的中间，上帝是跟我得等来行伫光明的中间，来信耶稣领受伊的救恩。所以悔改吼，伫迄个基督教的名词，加所以讲做悔改归正啦。所以叫我们叫归正教会，叫归正这意思。咱了解了的时阵，咱悔改就得到讨棒，得到真正的讨棒。你要知影吼，你若无认罪吼。这个魔鬼吼，你知影魔鬼、撒旦吼，拢专门甲你控告，在控告咱。你感觉撒旦啥物控告咱？撒旦怎控告咱？伊咧控告伊啥，你知无？吼，我老父亲细汉时阵教我读啥呢？教我唱迄个国歌，爱用台语的。你知影啥魔鬼啥物时阵控告咱？我用国语讲哦，这夙夜匪懈，死庆死勇，事业匪懈，使勤使勇，一心是德，贯彻始终。我听过这句话无？伊就是每日拢伫上帝面头前来控告啦。有一个人吼，伊咧炒菜咧煮菜的时候，逐边煮的时候，拢偷捏啊，捏到吼，迄菜啊，肉一斤出来剩8两。啊，讲我著明明一斤10两，你开煮到10两，啊，得救水啊！啊，这个寒人会救伊啊！哦，安尼因那头家出气的，啊，阵啊切菜切肉切36地，啊36地了，伊去炒菜伊就无到头吃，都36地了。啊，伊毋知影逐地拢啊流啦，逐地拢啊流啦。哦，啊食了，出来时哇，甲逐地拢救水。啊，迄个因那头家就讲出兵36，收兵18伤，点兵无减，啊各国皆受伤。用出兵36，收兵18双啊！啊，点兵兵不少，各个皆受伤。我看到当地咧，啊，到尾伊一家咧炒伊个头家是用啥物人？是下面咧做伙工过咧，迄打茶咧舀水啦。讲哦，你讲要打头家讲，我莫讲啦，莫讲无要紧，莫讲无要紧，来斗我打茶，斗我羹水，我无爱迄你工过啦。啊，你毋讲我要打头家讲。哇！就他妈打茶羹水啊，羹甲皮喘啊！啊，都煮了足忝的，搁去打茶羹水，按头家都看呢。哎，到尾气啊！伊讲我毋爱用啊啦，你莫用无要紧，我逐头家讲，啊，就花惊到要死，专咱连续打茶、扑茶，好啊！打水打偌久咧？打3个月，打到皮喘，伊讲我实在个，啊，落尾逐头家认罪啊！头家啊，我求你赦免我啦，我著较早迄肉拢偷食啦。因头家讲我早就知影，我赦免你，啊，你免好好做好。啊，即摆等伊的时候，用怀咧苦死啊！啊，你讲你苦什么死啊？打茶，苦什么死啊？扑茶，打水，我无爱，你无爱，我逐头家讲，你去讲，了解无？因为咱若上帝认罪，上帝的确赦免咱的罪啦。咱毋好个他妈打茶啦，毋是咱的工课啦，他妈打茶啦，啊压价啦吼，压价无价个压问四方，所以认罪了得到赦免了。第二个部分，咱的迄个要理问答讲一个真正精彩的，讲啥？讲上帝毋但仅赦免咱的罪，意思是赦免咱一切的罪。啊，一切罪是毋是包括将来罪？有无？有无？拄咱读的《约翰一书》第1章第7节讲啥？讲上帝是光，咱若行伫光明的中间，亲像上帝踮伫光的中间，咱就甲上帝相甲交配。上帝的确会赦免咱一切的罪，所以这一切的罪无搁记，伫这要理文章讲，上帝无搁再纪念我这的罪，嘛无纪念我的罪性。你也知影吼，咱人若得到赦免了后，请问咱搁有罪性无？是毋是信耶稣就无罪性啊？所以人骂拢袂受气，对不对？啊，出门拢捡着钱。啊，嘴吼，啊，嘴若坐船拢顺风，敢毋可能？啊，若入口菜买的拢得奖，无可能啦。咱有罪的本性，搁伫咧，咱一世人拢含着罪的本性加滚，
意思讲，咱内面佫有想要骗人，佫有想要好人，啊，佫唔输人唔输阵，要人比拼，要当，比如啊，所以这个日本人咧统治台湾，迄个日本迄个内政伫台湾迄总督嘅内政大臣，这人对台湾贡献足大，伊就是把台湾所有嘅学校、办公学校，甲这个卫生所，伊讲台湾人上好欺负，因为台湾人。爱骗人，爱骗人的国语叫啥？贪小便宜啦，爱碰风啊，好面子啊，佮惊死，所以惊死，所以台湾人呢，用一个豆干啊豆干互伊做，哦，做一个干啊根啦吼，这啊这个好欢喜，甲着起配面，啊，全部拢欺负台湾人，啊，这伊讲的，啊，这所以其实讲台湾人的原性，这实在是真正是咱人的罪性啦，不是干咱台湾人有尔啦，啥物人拢有啦，这罪性。所以咱一世人甲咱的罪性加滚，咱一世人的确爱甲咱的罪性精进，做得到下面包括上帝对咱呼召，咱就应该甲咱的罪恶的本性原形啦，也是咱动物性啦，咱就甲咱的动物性来做伙伫遐来精进。精进，意思讲，上帝要赦免咱的罪，嘛要修饰咱圣神甲恩典，互咱积极甲这个世间的罪恶来精进。所以，咱若是安尼，上帝就要注重这个恩典修饰咱。所以，请问诶，信耶稣罪得到赦免，人咧笑，啊，恁咧信耶稣？啊，会罪拢会得到赦免，安尼你就犯较多嘛，反正耶稣会赦免嘛，是不是安尼？这个法国巴克专书的科学家 Voltaire 伏尔泰啊 Voltaire， 伊讲啥呢？伊讲这世间哦，以后若要看圣经，我一定找无圣经，无人会信耶稣啦。若要找圣经哦，这个100年后，若要找到圣经哦，只有当去博物馆。等下看讲哦，这100年前人咧读个圣经啦，啊上帝吼真正趣味啊！伊死了无到50年，伊的厝底去有法国宪政公会来买，专门在印圣经。啊，这个文太要死之前讲，因囝是真虔诚，讲爸爸你来认罪啦，好上帝你就赦免啦。伊讲唔免啦，上帝的确会赦免我的罪啦，因为这上帝吼，这上帝绝对袂失业的啦，上帝足真实的啦，一定的确赦免我的罪。伊安尼讲是毋是上帝赦免伊的罪？毋是啊！人若一直活伫伊的罪性的中间，拢无爱认罪，拢安尼认为上帝不？伊讲啊，恁圣经讲恁认罪就好啊，是毋是讲我认罪就好啊？请问诶，我有一个朋友送我足好的迄个面糕，我若万一若迄个剃头，迄个剃手若迄个刮着吼，啊无咧，哦，一工就好啊！啊，请问诶，我若有这个药膏遮好？我是毋是叫阮查囝来，爸爸来刮咧，反正那边好，好来个刮咧，哎，我去那边好，刮咧，我都画到那撩面咧，敢毋可能？啊，反正会好嘛。毋知影讲犯罪是得罪上帝，是耶稣基督付出绝大的代价。所以了，咱搁来讲第3点，咱到尾伫审判日来做准备，因为到圣经内底有教示咱，因为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0节。因为咱正人的确要伫基督的大情显露出来，叫咱逐个人照本身所有的行为，若是善还是恶来得到报。上帝的审判是为上帝家开始，所以到尾这个终末的时阵受审判是咱基督徒先受审判。咱了解？毋是讲啊，这审判吼，拢是爱为爱迷信者，遐毋是的。啊，所以咱基督徒就到遐就列队，咱行过，逐基督的大前讲，咱行过，无可能啊！咱基督徒嘛，照常爱受审判。当然，咱受审判毋是永远死啊，永远活的审判。咱受审判是因为咱所有的好的行道有照上帝的真理无，有照上帝旨意无，所以咱今仔日的这词汇，伊的祈祷我足感动的。上帝迄当时。耶稣的基督会审判讲：我赤身裸体，你互我穿；我枵饿的是你互我啉食；我伫监狱，你来探访我；
我伫病院你来看我，咱其实会讲，耶稣基督你是遮尔阳光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我他有做这个代志的。伊讲无，你若做伫这个弱势人的中间，就是做伫我的心上。所以耶稣基督迄当时要审判咱是毋是？是一个有建设、忠信的管家。所以这个审判的结果，咱这世人，咱暗中内底，咱的迄个罪性，咱赢过罪性的每一个性质，耶稣基督拢要收拾咱稳定，按了解吼。啊，咱若是顺探这个罪恶的本性，做歹代，到时拢要显明出来。啊，有人讲较有可能啊，做起代志无过啊，迄船过水无痕呐。我听过这句话无？啊，船过水无痕呐，对不对？我食了拢会切喙，这个种天气的。啊，无可能！啊，知影咱龙眼大就出了的时咧，我上帝还有一个上大电脑，对不对？所有你做的拢出来啊，你内面的心机拢出来，所以咱知影咱基督徒就应该搁较敬畏上帝，敬畏上帝。咱知影罪得到赦免，互咱感觉真正荣光甲尊荣，因为魔鬼撒旦无搁再当欺负咱、吞打咱。啊，咱是真谦卑。因为唔是咱的功劳，是耶稣基督功劳，所以咱用真谦卑的心来听候迄日，我要担上帝面头前，要来高效。较早的高效是一年一摆嘛，啊，这嘛是一个1Q 嘛，哦，一开一摆，到天顶到上帝遐。但咱基督徒的高效是1礼拜一摆，所以咱逐礼拜来到上帝面前来做礼拜时，咱得祈祷，咱得来认罪，搁来换心。到迄日的时阵，耶稣基督讲：我的义要归乎你，我要互你信心甲仰望，因为你信我的名，借着我的神，所以咱即时咱三甲来祈祷。主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伫十字架顶为我的罪来死，愿感谢你，互阮得到赦罪的恩典。主啊，你也就将这个赦罪的恩典收束互阮，互阮会让来宣讲，互较侪人来得到这个赦罪的恩典。主，阮也感谢你，因为你照圣神住伫阮的心内，会让赢过阮罪恶的本性，互阮会让行伫你的旨意的中间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嘛驾驶阮你的旨意，将来阮要到你的审判台前受审判。主，求你帮助阮，会当照你的旨意，互阮伫迄个时阵，互你会当学乐阮讲，你这个搁忠心、搁有建设的管家，入来享受我为你所备办的福分。主，求你怜悯阮，愿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